清晨5點17分，橫店影視城的薄霧還沒散盡，肖戰的保姆車已經安靜地停在三陽開泰劇組駐地門口。車燈在潮濕的空氣裏暈開兩團暖黃，像兩枚剛出爐的蛋黃酥。車門推開的瞬間，一股混着豆漿和炸雞翅的香氣先於人影傳了出來，驚醒了蹲在道具羊圈旁打盹的長毛小哥。他揉着眼睛抬頭，只看見肖戰穿着那件洗得發白的軍綠色羽絨服，正從後備箱裏小心翼翼地往外拎塑料袋，袋口紮得緊緊的，但擋不住酥脆外皮碰撞時發出的細碎聲響。那聲音在寂靜的清晨格外清晰，像某種神秘的暗號。戰哥，你這又是唱的哪出？長毛小哥慌忙站起身，腳下的空可樂罐發出當一聲。肖戰回頭衝他比了個噓的手勢，眼裏的紅血絲在路燈下清晰可見，但嘴角的弧度卻像剛偷到油的小老鼠。最後一天了，大伙兒陪我熬了這麼多個大夜，總得有點儀式感。他說着，把塑料袋穩穩放在化妝間的摺疊桌上，又轉身回車裏搬第二趟。保溫箱、紙杯、分裝好的甜辣醬，甚至還有一大壺現煮的薑絲可樂。後來大家才知道，那是他凌晨3點殺青氣排練結束後，自己跑去市區唯一一家24小時快餐店排隊買的。那家店離影視城40分鐘車程，他去的時候店員正準備關閉炸鍋清洗，他笑着說了10幾聲麻煩你了，硬是讓師傅重新升了油溫。消息像風一樣傳遍片場的時候，肖戰正靠在三陽開泰的主場景，那座用黃土笨成的西北古寨城牆邊，叼着一根沒點燃的棒棒糖看劇本。化妝師小唐湊過來給他補定妝粉，鼻子忽然使勁湊了湊。戰哥，你身上怎麼一股孜然味？周圍瞬間爆出一陣壓抑不住的笑聲。扮演陽官三叔的老戲骨劉佩琦老師端着搪瓷缸踱過來，用劇本捲成筒敲了敲肖戰的腦門。小子，你是生怕渣門記不住你這樣屬性是吧？凌晨4點請吃雞，你是想讓全組人都頂着黑眼圈咩咩叫？肖戰被敲得縮了縮脖子，但眼睛亮晶晶地仰起頭。劉老師，你昨天不是念叨說想吃點大骨頭的嗎？我這是精準投餵。劉老師停了1秒，忽然伸手揉了揉他的頭髮，轉身時搪瓷缸裏的水都灑出來幾滴，嘴裏都囔着這孩子。可誰都看見他轉身時用袖口快速擤了一下眼角。說起這樣屬性，在三陽開泰劇組早就是個公開的玄學。從3個月前開機儀式上，肖戰飾演的陳三元第一次站在那片枯黃的草坡上開始，怪事就一樁接一樁。先是道具組準備的幾隻道具羊，原本都是機械操控的，可只要肖戰走近，那些機械羊的感應器就會莫名其妙地亮起綠燈，自動轉向他，連編程師傅都調不出原因。再是拍攝雪夜尋陽那場重頭戲時，明明天氣預報說當天陰天，可肖戰剛一就位，雲層裏突然裂開一道縫，金紅色的霞光恰好打在他肩頭的那件破羊皮襖上，攝影指導當場喊卡，激動得差點把監視器掀了，說這是天光眷顧。最懸的還是劇組那隻鎮祖之寶，一隻叫元寶的真正蒙古綿羊，平時脾氣倔得像頭顱，除了飼養員誰都不讓近身，可肖戰第一次見他，蹲下來平視他的眼睛，輕輕咩了一聲，那羊居然慢悠悠走過去，把腦袋擱在了他膝蓋上。從那以後，元寶就認準了肖戰，每天拍戲只要聽到他的腳步聲，就會在羊圈裏興奮地轉圈，連飼養員都酸溜溜地說：這羊怕不是投錯胎，該是他的小跟班。然而這些玄學在殺青前夜這場轟動全組的肯德基盛宴面前，全都成了鋪墊。事情要從3天前那場堪稱地獄模式的大夜戲說起。那場戲是陳三元為了保護羊群，在暴風雪中與偷獵者周旋，最後抱着一隻凍僵的小羊羔在破廟裏等到天明的戲碼。劇組為了追求真實感，特意調來了3台大型鼓風機和造雪機。那晚橫店的氣溫就降到零下5度，人造雪混着真霜打在臉上，針扎似的痛。肖戰穿着單薄的戲服，在雪地裏滾了10幾片，
每片結束都先檢查懷裏那隻道具小羊有沒有被壓壞，然後才接過助理遞來的暖寶寶貼在後腰上。導演喊過的時候，已經是凌晨2:40，所有人都凍得牙齒打顫，肖戰的嘴唇都泛着紫，卻還笑着和工作人員擊掌，說小羊羔終於得救了。回駐地的車上，他縮在後座，忽然聽見司機師傅的咕了一句：這時候要是能啃個熱乎乎的雞腿就好了，骨頭都要凍酥了。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肖戰當時沒吭聲，可第二天排練間隙，他偷偷跟生活製片打聽了附近快餐店的營業時間，又私下拜託執行經紀人凌晨去排隊，結果他自己沒忍住，排練一結束就親自開車去了。殺青前夜的拍攝從傍晚6點就開始了，因為是最後一場戲，全組上下彌漫着一種既興奮又不捨的微妙氣氛。肖戰化好妝，換上那件陪了他3個月、已經磨出無邊的陳三院戲服，站在監視器前和導演最後一次對光位。燈光師老周調整燈架時，隨口說了句：戰哥，今晚要是能順利，我這燈光可算給三陽畫上圓滿句號了。肖戰聽了，忽然轉頭看着老周，很認真地說：周師傅，不止圓滿，得是三陽開泰的那種圓滿。好運氣要從這兒往外冒，冒到每一部戲、每一個人身上去。他的聲音不大，但周圍幾個工作人員都聽見了。化妝間裏瞬間安靜了幾秒，然後不知是誰帶頭鼓了2下掌，緊接着整個片場都響起了稀稀拉拉的掌聲和笑聲，仿佛那句話不是隨口說的，而是某種預言。正式開拍後，過程順利得不可思議。那場戲講的是陳三院決定帶領鄉親們走出大山，去尋找新的牧場。鏡頭從他沾滿草色的靴子慢慢上搖，經過他腰間掛着的羊角號，最後定格在他眺望遠方的側臉上。肖戰的眼裏沒有淚，但那種破碎感和希望交織的光芒，讓監視器前的導演握着對講機的手都在顫。一條過，全場靜默了3秒，然後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肖戰卻沒有立刻從情緒裏出來，他站在原地，盯着遠處道具組用泡沫板搭出的群山，呼吸很輕，像怕驚動什麼。直到元寶在羊圈裏突然高亢地咩了一聲，他才像被拉回現實，猛地回頭，眼眶紅紅地咧嘴笑了。元寶在說：收工啦。收工的混亂與喜悅中，肖戰卻悄悄消失了20分鐘。等大家陸陸續續回到化妝間卸妝，才發現他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把那些塑料袋和保溫箱整整齊齊碼在了長桌上，每一份都用記號筆寫了名字和備註。劉老師，原味雞胸肉，少鹽少糖，2塊翅中加1包番茄醬。你昨天說要減肥，燈光組的哥哥們，大份薯條，管夠。司機黃師傅，2個辣寶，你提過一次愛吃辣。整整70多份，分門別類，一絲不亂。桌角還放着一個保溫壺，貼着黃色便簽。薑絲可樂，誰覺得冷自己倒，鍋裏還有。旁邊一大盒手工曲奇，是他前天趁下午沒戲時，在酒店用攜帶型小烤箱做的，每一塊都壓着羊蹄形狀的模具印，酥得拿起來都掉渣。眾人圍着桌子，一時竟沒人先動手。長記小姑娘盯着自己那份雞米花上的名字，忽然哇地哭出聲來。我進組3個月，戰哥連我喜歡吃雞米花都記得。肖戰被這陣仗弄得手足無措，連連擺手，別哭別哭，哭涼了就不好吃了，快趁熱。他說着自己先拿起一塊雞翅啃了一口，由聲纏到下巴上，那副毫無明星架子的饞嘴模樣，終於讓氣氛重新活躍起來。劉佩琦老師撕開雞肉，邊嚼邊感慨：我拍了40年戲，頭回見主演請客，是凌晨4點去排隊買的。你這樣屬性，不是玄學，是心學，心裏裝着所有人的胃，自然就開泰了。這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大家的話匣子。燈光組的小王啃着雞翅，含含糊糊地說：你們知道嗎？上周拍夜外景，戰哥看我蹲在角落吃泡麵，第2天就讓助理給我送了一個保溫飯盒，
說總吃抱面對胃不好。服裝組的燕子接過話頭，還有我。那天下雨，我抱着戲服跑得急，摔了一跤。戰哥第一時間不是看自己衣服濕沒濕，是跑過來問我有沒有扭到腳。道具組的老李默默遞過來手機，熒幕上是肖戰和他兒子的微信聊天截圖。原來肖戰知道老李的兒子今年高考，特意錄了一段加油視頻發過去，還說等你考完來橫店，叔叔請你騎羊。老李聲音漸漸的，我兒子昨天打電話說模擬考進步了50分，他說是戰哥的羊咩咩光環加持的，大家笑作一團，但笑意裏都裹着厚厚的溫暖。不知不覺，外面的天已經從墨藍轉成了魚肚白。肖戰靠在化妝間的暖氣片旁，手裏的雞翅早就啃完了，正捧着一杯薑絲可樂小口小口地喝。他的睫毛上還沾着一點人造雪的亮片，眼下烏青明顯，但整個人卻像卸下了1000斤重擔，放鬆得像隻曬太陽的貓。忽然，他像是想起什麼，站起來走到牆角那隻巨大的道具木箱前，打開蓋子，從裡面抱出一個裹着絨毯的小家伙，是那隻叫元寶的綿羊的縮小版模型，其實是道具組按1:1比例做的，原本打算拍完就銷毀。但肖戰在開機第3天就悄悄問道具組要走了他，每天晚上收工後，他都會用濕毛巾擦乾淨模型上的灰，然後放在自己化妝間的小板凳上，說這是陳三院的鎮魂羊，有他在，氣就穩。此刻他抱着那個模型，走到窗邊，推開窗戶，清晨的冷風裹着炊煙和露水的味道灌進來。他把模型舉到窗外，像舉着一面旗幟，回頭對所有人說：來，渣們跟三羊說再見，但記住，好運氣不能忘在這兒，得帶走，帶到下一場戲，下一天，每一頓熱乎飯裏去。他的聲音帶着通宵後的沙啞，可每個字都擲地有聲。大家紛紛舉起手中的雞骨頭、可樂杯，甚至餅乾碎，學着他的樣子朝向窗外。劉佩琦老師帶頭喊了一句三陽開泰，殺青大吉。然後七嘴八舌的聲音混在一起，像黎明前最喧鬧的鳥鳴。那一刻，化妝間裏彌漫着炸雞的油脂香、薑絲可樂的辛辣、餅乾的奶油甜，還有3個月來累積的汗味、灰塵味、淚水味，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竟然變成了一種極其具體的幸福。長毛小哥後來在朋友圈寫：我吃過最好吃的肯德基，是凌晨5點，戰哥從40公里外帶回來的。每一口都帶着陽屬性的暖。那條朋友圈底下幾百個劇組同行點讚，有人在評論裏說這就是為什麼他能把三羊演活，因為他自己就是那隻領頭羊，溫和倔強，記得住每個人的路。太陽完全升起的時候，殺青儀式正式開始，煙花在影視城的空地上炸開，雖然是白天，但那些金紅色的碎石在陽光下依然耀眼。肖戰接過工作人員遞來的殺青花束，卻轉身先抱了一下元寶的真身。那隻綿羊今天格外安靜，溫順地讓他扭着脖子。他低下頭，在羊耳朵邊輕聲說了句什麼，沒人聽見。但元寶忽然甩了甩尾巴，像在回答。然後肖戰才站到人群中央，和大家一起合影。鏡頭裏，他的笑容帶着一絲疲憊的釋然。但眼睛裏的光比煙花還亮。導演最後喊殺青2個字時，他把花束高高拋向空中，花束散開，裏面的滿天星和雛菊落了下來，其中幾朵正好落在道具模型的羊角上，像戴上了春天的花冠。這3個月來的種種羊玄學，到這一刻似乎都有了解釋。其實哪有什麼天生羊屬性，不過是一個演員把自己全身心浸入角色後，連日常的細枝末節都被角色反煲了。肖戰在殺青後的那個清晨，獨自在化妝間坐了半小時，沒有看手機，沒有和任何人交談，只是靜靜地對着鏡子裏那張被戲服勒出印子的臉，輕輕念了一句陳三願，謝謝你。他知道是這個角色教會他如何更溫柔地對待身邊的每一個群演，不只是鏡頭前的人，還有那些搬道具的、調燈光的、準備盒飯的，甚至那隻聽不懂人話的羊。
當你把所有人都裝進心裏的時候，開泰就不是一句吉祥話，而是每一天都在發生的日常奇蹟。最後，當他換回自己的便服，戴上棒球帽和口罩準備離開時，經過駐地大廳，發現公告欄上貼了一張紅紙，上面是後勤組手寫的感謝信。致楊淑勝肖戰老師，感謝你用羊肉串味的玩笑、雞翅味的體貼、羊角號般的熱情，讓三陽開泰成為我們所有人最溫暖的冬天。願你前路三陽並進，泰運長明。他站在那兒看了很久，口罩上方露出的眼睛彎成了月牙。他沒有拍照，只是從口袋裏摸出那支沒點燃的棒棒糖，放在紅紙旁邊，轉身走進清晨的陽光裏。背後道具羊圈的門沒關緊，元寶探出半個腦袋，朝着他離開的方向，長長地咩了一聲，那聲音穿過薄霧，穿過炸雞的餘香，穿過3個月來的每一幀畫面，最後落在每一個吃過他請客的肯德基，每一個被他記住名字，每一個因他而多笑了1秒的人心裏，變成了一個堅定而溫暖的注腳。所謂爆發，從來不是一瞬間的運氣，而是無數個凌晨4點的耐心，無數份記得名字的細節，無數次蹲下來平視另一雙眼睛的誠意，在某一刻匯聚成的光。這道光不刺眼，卻足以照亮一整片草原，讓所有的羊都能在春天來臨之前找到回家的路。我們無需過度解讀楊淑勝是玄學還是人設，也不必將凌晨4點的肯德基神化為某種道德標籤。這不過是一個劇組殺青前夜的溫馨插曲，是演員與工作人員之間平等而真摯的互動。它之所以動人，恰恰在於它的平凡與具體，記得別人的喜好，願意付出額外的時間，在不經意間傳遞善意。這些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尊重，無關星光，無關粉絲濾鏡。真正值得理性看待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他人生活中的暖洋洋，無需驚天動地的舉動，一句記掛，一次順手的幫忙，一份用心準備的小驚喜，便足以在冬日裏燃起小小的火焰。與此同時，我們也該警惕過度浪漫化或妖魔化任何公眾人物的日常行為。肖戰請客是劇組嘗試，肯德基也無非是快餐，不應被賦予過多的象徵意義或拿來進行無謂的比較。在信息紛雜的時代，讓我們回歸理性視覺，欣賞作品時專注演技，討論生活時守住邊界，不將善意扭曲為攻擊他人的武器，也不將平凡小事誇張為神話傳說。願我們都能從這則溫暖的劇組日事中，截取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和平與善意，對待藝人多一分理解的距離，對待同好多一分包容的胸懷，對待網路紛爭多一分冷靜的思考。畢竟戲裏戲外，真正的三陽開泰，從來都是人心與人心之間的坦誠相照，而非任何陣營的狂歡或對立。讓我們吃瓜不越界，熱愛不迷失，把那份炸雞的熱氣留在胃裏，把理智的種子種在心裏。